西凉猪肉吃条猪。新闻讲，财政健全访问公布，金融营业税同鼓励地球税业爱减半。双中理事长批评经济按唔好，政府还会加大税，色彩系杀鸡取卵。杀鸡取卵，亚基发嘅意思係，為到一粒卵是一隻結業，它前面意思係，為到認識一系列好處，則唔顧後面含卡太嘅出現。人講愛食西涼豬肉吃條豬，人哋想看啊，為到食西涼豬肉，咁有必要嚟吃條豬。第三年，為到意識嘅設定強落。將空上客滅到不歸得嘅錢來時，三毛說別叫所出事，連飯碗就被封鐵。有議論講做太官嘅人係唔顧百姓嘅想法，硬為加大稅，滅到太宗上前，而哋講唔得春茶，唯獨是懊惱，又咩係愛食西涼豬肉吃條豬。無論用嘅，而就買得嘅豬尾。少少為每幾廿十斤幾百斤呢，為到食嘅西涼豬肉來吃條豬，就像愛粒卵是隻雞一樣嘅，창빈現時確實唔止，中國防做乜嘅就愛免錢來爭做。